每一次的旅游都是一趟说走就走的旅行，背起简单的行囊，独自享受旅行的自由与探索。印尼呀，这个八卦山，继续幸福浪漫的未婚联谊啊，继续把八卦山天空步道打造成一个非常漂亮的幸福浪漫的幸福鹊桥啊。除了之外，我们今年加入爱情超跑，还有爱情市集，所有参加未婚联谊所有的市民都可以来看我们的爱情超跑啊，跟爱情超跑合影，还有可以参加咱这个爱情的市集。咱伫这个南沟坑溪成功营区打造50几档具有文创青年朋友用幸福浪漫的主题打造这种幸福浪漫的文创市集无外乎就是让我们整个城市充满幸福浪漫互人来咱彰化市会当观光佚佗咱幸福鹊桥，咱八卦山的天空步道。暗时那个点光起来，足幸福的哦，足快乐的，所以真侪朋友会来彰化观光佚佗，嘛对咱彰化这个小吃观光伴手礼有帮忙吼。咱除了让年轻朋友提升因的结婚率、提升生育率之外，我们希望也为彰化这个城市创造观光的财富。咱细汉少年的时阵。那代表你们抽轿车那个董事长更抽轿车嘞。OK， 是所以抽钥匙先来配对，让大家尽情联谊。今年还有我们超跑，就是几个重量级的超跑会爱情超跑，但是现场让这个配对之后可以合影坐上超跑合影。另外还有一个我们结合彰化的青年和文创青年办这个爱情市集。赞我们市公所所有同仁在永金一办的这个活动，我感觉与有荣焉。所以我要感谢所有咱市公所所有团队代表，对咱彰化市38000个市民来创造这个活动，我是非常的感动。谢谢了吗？未婚联谊随后的活动最高潮是从我们的下午6点10分先开序幕，要走我们全国最长的鹊桥在有机会呢，经过了鹊桥后，很多人都期待旅行中发生美丽的邂逅，如果是那天空之桥就是搭起有缘人的浪漫鹊桥，而八卦山就是最靠近爱情的地方。